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蘇老師。嚟到11月嘅好書分享，就由我向大家介紹一本好嘅圖書啦。喺分享之前呢，我想同大家做一個小挑戰，大家可唔可以喺10秒鐘之內講出8項嘅運動項目呢？好，預備，開始。夠鐘，唔知大家有冇挑戰成功呢？我相信呢，喺頭先短短嘅10秒鐘入面，同學仔嘅腦海入邊一定浮現咗好多各式各類唔同嘅運動項目啦。喺呢個時候，我就想同大家介紹呢一本圖書。圖書嘅名字就叫做《啟德體育園呈現50項運動大全》，由啟德體育園製作，由 Chocolate Rain 做插圖嘅。呢個時候，不如等蘇 Sir 同大家一齊打開本書睇下啦。哇！睇完個目錄入邊真係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運動喎，有球類運動啦、拍類運動、個人運動、團體運動。撇去下一頁，甚至有一啲鮮為人知嘅新興運動，包括躲避盤、芬蘭木棋、地壺球等等。哇！估唔到呢一本書除咗一啲傳統嘅運動之外，更加有一啲新興嘅運動喎。不如呢個時候就由蘇老師去透過呢一本書介紹更加多唔同嘅運動俾大家認識啦。睇下呢一幅圖，呢個藍色、黃色、白色嘅波係咩運動呢？相信聰明嘅同學仔都估到啦，就係排球啦。我哋一齊睇下入邊嘅文字。咦，原來排球係由籃球、網球同埋美式手球衍生出嚟嘅喎。以前嘅人利用網球網同埋籃球入邊嘅內膽做波，用手代替球拍作為一個試驗，而呢一個就係排球嘅歷史同埋開始啦。呢個時候一定有同學仔問啦，咁喺正規嘅排球賽入邊，到底點樣先為之勝利啊？原來呢，排球比賽係由2隊嘅球員隔網對壘，每隊呢就有6個球員，一局係25分。當呢，你喺比賽入邊喺5局入邊先攞咗3局嘅勝利，或者3局入邊攞到2局嘅勝利，咁你就為之勝出啦。呢個時候，不如等蘇老師考下你哋咯。我哋一齊睇下左下角張圖。咦，佢哋都係同一隊嘅隊友，但係點解中間嘅球員會着住唔同顏色嘅波衫呢？我俾5秒鐘大家思考一下。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睇下冷知識入邊，原來佢有提及到嘅喎。而呢一個白色衫嘅球員呢，就係叫做自由球員，佢係後排嘅球員，喺某啲情況下必須遵守指定嘅規則。例如，當個波高過個網嘅時候，呢個球員就唔可以扣球、發球，亦都唔可以攔網。咁呢，因為有呢一啲規則嘅限制，為咗俾裁判可以辨識到佢係球隊入邊嘅自由球員，所以咧，佢着嘅服裝就會同隊員佢嘅隊友所着嘅服裝喺顏色上面會有好明顯嘅差別。呢個就係點解佢嘅隊友會着住紅色嘅波衫，但係唯獨佢係會着住白色嘅波衫啦。哦，原來喺排球入邊着住唔同顏色嘅波衫呢，就係叫自由球員。透過呢一本書，我哋就會了解多咗呢一個運動嘅歷史、玩法，甚至係入邊嘅冷知識啦。好，然後呢，我就想同大家介紹另一樣運動。呢個運動呢，我哋比較少接觸嘅就叫做劍擊啦。劍擊係嚟嘅歷史係由士兵接受劍擊訓練演變而成嘅，係一個用劍進行進攻同埋防守嘅運動。而劍擊都會分為3種，包括花劍、
重劍同埋配劍。好奇心爆棚嘅你哋都一定會諗啦，到底花劍、配劍同埋重劍三類都係劍擊，但係有咩分別呢？呢個時候我哋又可以睇下冷知識咯。原來花劍呢，講求嘅係攻防進攻權嘅得分，而配劍呢，就係講求速度。至於重劍呢，就係講求出劍嘅時候嘅時機同埋準確性啦。哦，原來劍擊都有分咁多種嘅。透過呢一本書，我哋都可以知道好多我哋平時比較少接觸嘅運動，關於呢啲運動嘅歷史、玩法同埋佢相關嘅冷知識㗎喎。呢個時候呢，我就想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咁想將呢一本書分享俾大家睇啦。你哋知唔知道11月香港有啲咩體育盛事呢？冇錯啦，就係全國運動會，又稱全運會啦。喺全運會入邊，同學仔可能會見到一啲我哋比較少接觸嘅運動，例如係鐵人三項、手球、高爾夫球、沙灘排球等等。喺睇呢啲比賽嘅時候，唔知你哋心入邊又會唔會有一個疑問呢？到底呢啲運動係點樣演變出嚟嘅呢？呢啲比賽入邊有啲咩規則呢？又或者呢一啲運動有啲咩冷知識㗎？如果你心入邊有呢啲疑問嘅話，蘇老師可以話你知。有一句說話叫做書中自有黃金屋，喺呢一本書入邊就可以一一解答你嘅疑問啦。所以蘇老師就好想將呢一本書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除咗喺運動上面跑得快、跳得高之外，都可以學識透過用書本去增加自己嘅對運動嘅知識，拓闊自己嘅視野。講到呢一度，相信咁多同學仔都蠢蠢欲動，好想快啲得到呢一本書去睇啦。咁到底點樣先可以拎到呢本書呢？第一個方法，你可以喺我哋學校嘅圖書館借閱圖書。第二個方法就係可以掃描二維碼，回答3條簡單嘅問題，咁你就有機會成為呢一本圖書嘅主人啦。好，同學仔，快啲踴躍參與啦！多謝。聽完蘇 Sir 嘅介紹，相信好多位同學都好想得到呢一本圖書啊！如果你想擁有呢一本圖書嘅話，請喺而家掃描熒光幕上面嘅二維碼，或者撳一下影片下方嘅網頁連結，回答3條簡單嘅問題。答對而且被抽中嘅同學仔，你就會有機會獲得呢一本圖書㗎啦。截止時間會係12月1號嘅4點鐘，同學仔快啲踴躍參加啦！